耶穌在加利利的行動驚人而深刻。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與時間安排，這不僅是他的個人選擇，更是按照聖父的心意展開。在這段時刻，他選擇不隨波逐流，而是忠於內心的呼喚，展現出真正的智慧和堅持。有時候，我們在生活中面對許多選擇，需要決定什麼對我們最重要。就像耶穌面對的情景，我們是否也可以在考慮他人需求的同時，優先考慮神的旨意？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，或許會影響我們的未來道路。每一個時機的出現，都隱含着深刻的目的。在我們的生活中，明白何時行動，何時等待是至關重要的。耶穌明白這一點，他並沒有急於通往城市的節日，而是選擇適合的時刻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人際關係往往讓我們陷入只考慮他人需求的循環，卻忽略了神的計劃。耶穌的例子提醒我們，真正的智慧在於了解何時堅守信念，何時作出轉變。我們需要不斷反思，才能在生活的複雜關係中清晰出發。終究，我們的生活需要由更高的信仰引導，無論在何時何地，都要有勇氣去遵循神的旨意。耶穌教導我們，生活中不僅要關心眼前的需求，更要看見背後的神聖目標。透過這份信仰與依賴，我們能找回生命中的真正意義與方向。